俗语讲了好。哎呦，哎呦，恁两个即摆是要去挂号无？不是安怎？哎呦，李长啊，你都拢唔知影，迄打动算的迄个议员啊，新的迄个啊，系啦，新的迄个啊，我笑到的呢，你敢知影？伊迄性地有够歹的。对啊，哦，拜托甲打酒你唔知咧笑啥？喂，敢会影响到咱无？有可能的代志啦。我咧讲，冠台议员话向心动算啦，无动算连任嘛无连任，咱里长像我，人这做到有正牌，我啥物拢唔惊嘛，对不对？无啦，阮是哦，惊惊你去你去互换换掉掉。。你袂惊吗？哎我呀，咧乌白讲话，这里哦，大姐辛苦爱讲，我会来多你是几14天。岁啦？没啦，吼，你住14天，我嘛爱住14天，好无？嗯，你了解？这现在合作大骗你，哎，现在我做里长，这是命中注定，命中安排好嘛。阿妈呢？全台湾你去倒位找倒位，叫做大骗你，多简单之理。所以你家想讲，我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大大坑啊，你嘛。对啊，是什么人不要较适合？你是什么人不要较适合？你讲，无啦，你莫激动啊，你别激动你这不是在讲嘛？对不对？就是你嘛，但是一定是你的无问题啊。什么代？什么人有在来讲？换掉我都不爱信啦。议员，你的意思讲议员会使甲我换掉意思吗？无啦，我是讲议员来啦。呀，拄好，我咧讲的议员拄好来坐。李长啊，真久无看坐啊坐啊坐！哎呦，你这，哎呦，辛苦的议员呐！哎，泡茶泡茶泡茶！哇！拍势拍势哇！你也无早通知，无开中门，甲你迎接，有时阮迎车多多原谅哈。嘿，食茶食茶啊！今仔什么事情，甲这个议员缘投兄吹来？水某的啊，交代互你。安尼啦，代志是安尼啦吼。啊，里长啊，你做这个大片里的里长嘛，已经足久啊。啊是啊，这个爱里面爱戴啦。是啦，啊无功劳是讲嘛有苦劳。啊，你一年通天365天拢无休困咧为里民咧服务。这应该。哈，哦，实在是吼，翁仔某看啊只有甘的，实在是看袂落去啊啦。希望讲吼，你会当小休困一下啊。啊，这一点仔意思啦，啊，你收落来哈。议员夫人吼，啊夫人足厉害啦，了解我最近也需要足这个。意思啦看。到这，但是也毋过，这敢若无啥够咧，这个。你长啊，我想讲哦，你是这种看到钱，你目睭在咧顶开的啦，哎呀，对你足失望诶。够失望。mau你收转去。哎，翁啊，免怎？里长伊无要收了，等即摆是要安怎哈？啊，伊这大片空的哪有可能无收啦？无要紧，我来看我的。议员啊，这茶好啉，很可边啊，个你汤啊好食，再较贵。李长伯啊，详细看啊清楚哈。拢你的，拢你的，你是 only you 啦，这钱啊，这轻吼，我紧轻当是一回事啦。少年议员，哎，我先目睭发白白，真正毋捌看这尔啊侪钱，但是本理无需要这侪钱，本理无需要这尔侪善款嘛。无咯，李长啊，我咧想你可能是误会啊。这钱毋是买来互你照顾这个里民的，这个钱是烦恼讲你的工课谁都要无啊。
这是要留下你家己豆豆啊用的啊。少年引导你定，电视剧8点钟我嘛定定咧看，所以这时我应该是安尼，什么？叫我等于食我家己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因为大片你，这个李定我绝对做到大底，这个你无我袂用，你讲是不是？是。这个钱你摕回，请回无啥。下回无啥。啊？无啥。你即马是敬酒，毋是要食花酒的？耶！啊！恁两个啊，入来！你什么人啊？两个。哎，像。哦，少年议员，你安尼闹人，安尼来，安尼无意思哦。即摆是无往我来，我敲电话报警察。我帮你看，来，哎，好，你即马甲我倒咩？开来！议员你嘛免来紧张，迄电话无线根本就敲袂通。我实在烦恼，即摆拢是用无线电话，这敢是？安怎呢？你惊报警察哦？啊，你唔通误会啦！大鼻孔里长啊，人阮遮的拢是文明人，文明人，哪有可能讲啊来遮要给你闹事，要来冤家啊？无迄款代志啦！你听清楚啊！这两个是助理，我是助理。我了解。恁两个一个阿祖，一个阿李啊。嘿，我袂讲，我是来掠人的。来，喂，无啊，我是助理。我甲你讲，因是有名有姓啊！哎，你看这位是阿远啊，迄位是阿兴啊。敢若看阿远啊，这个体格，阿兴啊，迄个人才，迄个缘投款啊。什么人来比做你这个里长大片空的，还佫较好，服务里面大家一定诚安心啊！你讲是？在讲什么笑话啊？恁两个一个头壳无毛，一个乐乐散散，缘投。无感觉啦哈，喂，佮较咱讲，嘛免是恁来做啊，是阮两个伫个里长边啊，服务遮尔啊久的来做吧。讲啥啊？恁草人吞去苦囡仔，完全是查甫人的战场。你在讲啥？恁查某人闪！你两个查某人，哎呀，你欺负查某人，生个查某囝。就是讲咩？你安怎啦？你等去煮饭，等去煮饭。我来帮你斗3工，斗啊3回。好，一山做一山高啦吼，强强做强强手啦吼，大家唔免安尼冤家吼。李长龙连我会老，早晚嘛爱换人。既然人家拢来啊，大家有兴趣要做李长，我紧啊，来考看卖，考试考哪会过？李长就换人做无要紧嘛，哦，客气，物件摕出来，来做李长了有遮简单的代志来，好，来，换好手势，先来。什么意思？爱我读的意思吗？对啦，念出来。壁中挂鸡骨，骨来画鸡好，哈？好白破了骨，下底部来补，唔知补好，还是补好？啊，这袂使啦。这袂使啦你听有无换林同学，换你，阿英啊，念。别，我唔捌你咧。无效啊，我捌字啊干啊，你看，所以我唔捌你啊。你一定会使来。哇，嘿好，报价挂钱讲哦，高价靠钱好，好价你才来报，提报来报，唔知影报不好，还是报报告。啊，这有出国的啦，听无哎，啊？不紧哦。我来啦，换你。不要说割一个，割一好，好一拔一个，搁来拔来个补，唔知咧个补，好一个咧个补。什么好吃？你看，凊彩好，凊彩补，对不对？来，恁两个翁仔某，议员少年议员引导谈恁两个翁仔某，莫讲恁两个，你做议员当然是高高在上，我一个小小里长尔，大家试讲卖，莫讲甲口水。来，恁太太啥？夫人你啥？你头都头袂过。头顶一只狗，一只狗，一只狗，狗跋落狗弄着狗，狗喂狗，狗走狗
目走，唔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。你大家好听。特别好听。来，厉害了哈！少年议员，麻烦你哦，我伫咧议会内底完全拢是靠这支嘴的，你的节顺嘛。完全拢唔是问题。来，开始看。树顶一只狗，狗伴一只狗，狗咧这树仔咧弄着狗，狗无就是个狗，狗走，狗也走，唔知影是狗惊着狗，还是狗惊着狗。哎呦，议员赞。但是不是讲人所想的这么简单啊？不是讲你用这顺台顶，你咧骂政府官员，你安尼变叫卖过开咧，拄在这你就无法咧。做你弟哪有这么简单？做恁家的人，不是我来讲，无迄个尻川想要食迄个下药。明明家己都不是做里长的了，当做家己讲真厉害。像恁这款人有两句俗语会当形容，第一句叫做“鸟鼠尾捉无人”，第二句叫做“两人要徛硬地”，两人要徛硬地。来，以上这个情形赞成第一句请举手，鸟鼠捉无人，鸟鼠尾捉无人。红仔无无共心，红某不共心。哎呦，阿婉啊，请你过来。哎，恁三个一国，恁三个是经能人。鸟鼠尾捉无人，所以恁这边是经两人要徛硬地。硬地来。我是感觉是你无迄个物件，就是无钱，你要安怎摕出钱，就足散的。你哪有可能有钱？嘿啊，嘿对。你要请尾应有啊呢？嘿，你都积袂出来啊！两人哪有可能徛硬地？就是讲你无财，你是软的，你搁要徛起哩，那是无可能的代。啊，不是共款嘛？你两句解释拢共款。无共款啊，无共款。你有没有在做里长副员？来，老师。这两句真正较歪啦吼。鸟鼠尾捉无人有两种意思，一种是讲着当啊讲的，啊恁兜作散，啊你个伊家己嘛是无法度摕钱出来啊，啊散啊要去互鬼啊去啊，恁硬钱拢无法度啦。另外一种就头碰过讲的，猪头皮纸无油，啊话讲迄个粗坑吼钱无油。哦，敢会晓讲大声话啦，啊，毋过讲实在无内在，佮你讲啊，这讲无路用啦。啊，另外一种就是讲无共意思哦，迄就变啊，两人要徛硬地，比做啥？一个形容啦，3斤鸟，佮要加4斤鸟鼠，啊，举迄剃头刀吼，佮要插人迄大樟树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。啊，毋过代表即句意思讲，你无迄种才情，你佮要来占即个位，占里长即个亏，所以若讲安尼看起来，应该倒一句较适合。两人要徛硬地，而且无适合啦。哎，了解。哦，了解两句意思来拍破，我来感谢。